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多年嚟致力於推動托幼專業人才培育。2012年開辦婦聯教育培訓中心，至2015年喺勞工事務局支持下開展一試兩證托幼培訓考證項目。2022年與社會工作局合作，為本澳托兒所在職人員提供系統化在職培訓。2024年喺粵澳合作機制同埋勞工局指導下，婦聯更加成為全澳首間嬰幼兒發展引導員、育嬰員及保育師職業技能等級認定社會培訓評價組織。目前婦聯於托幼領域所開展嘅培訓已經涵蓋由基礎至高階嘅完整體系，至今共培養咗超過500人通過育嬰員項目同埋保育師項目考核，獲得國家認可頒發嘅證書同埋本澳局方頒發嘅技能證明。透過循序漸進嘅專業培訓機制，培育兼具愛心與專業能力嘅托幼人才。育嬰員課程內容強調理論與實踐並重，涵蓋生活照料、保健護理、健康管理及早期啟蒙教育嘅專業技能，培養細心、耐性同埋責任心。保育師課程則着重培養學員喺幼兒教育同埋照護並重嘅能力，涵蓋環境創設、生活照料、安全健康管理、早期學習支持同埋合作共育，促進孩子身心全面發展。而高級同埋技師級培訓則加入培訓與指導內容，強化學員嘅教學設計、在職培訓同埋團隊管理技巧，令到學員兼具引導學習同埋發展嘅知識。正因為我親身感受到專業成長帶嚟嘅力量同埋信心，作為一位管理者，我更加要以身作則，全力推動團隊嘅專業化，鼓勵同事進修考證。國家認證代表咗我哋喺專業上面嘅廣度，而本地技能認證亦都代表咗我哋實踐上面嘅深度。無論喺面對本澳嘅托幼機構，亦或係大灣區更廣闊嘅平台，都擁有咗一張更具說服力嘅通行證。通過考證，獲得國家同局方嘅認可，增加咗我專業嘅權威性，令托兒所同家長都更加信任我，亦令我對自己嘅專業能力更加有信心。好感謝勞工局同婦聯舉辦初級保育師課程，完成課程之後，亦都好幸運可以入到母親會托兒所做保育員。對於我嚟講，呢份工唔淨係照顧，而係用心去陪伴，去教育小朋友，係一份充滿愛嘅工作。除課程培訓外，婦聯多年嚟積極推動學員參與大灣區職業技能競賽，透過同灣區專業人才交流切磋，檢視培訓成果並拓展視野，屢獲佳績。未來婦聯將繼續與特區政府和各界攜手合作，關注社會和居民職涯發展所需，結合一試兩證領域多年嚟嘅技能提升同埋人才培養經驗，優化職業技能培訓項目，並按國家政策指引持續發展產教融合，為社會嘅不斷推進同埋可持續發展，為澳門托幼事業注入源源動力，實現人才建澳。